现代人见识少，大学招募学生，高等教育的品质嘛出现问题。私立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昨天办理高等教育改革论坛，重点在讲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、私立学校退场，也有甲公私立学校合并的议题，希望会当带动社会讨论来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。现在全部都是讲那个 KPI 的，完全是量化的，没有质化的啦。面对台湾高教所拄到的一寡难题，学者专家轮流发表意见。私教工会召开高等教育改革论坛，探讨高教资源的分配，也甲最近大家伫关心的私校退场、公私并校这议题。我们政府也要谈到一个问题是，那个要不要让私立学校存在？公立大学是依据大学法。私立大学的话是依据私立学校法哈，那涉及董监事的监证啊，法人财产的移转啊，还有更重要的是董事会的意愿。因为台湾的大学数量多，国家少子化严重，部分学校面临招生困境，所以学者呼吁教部应该爱推动公私立大专院校合并，搁爱定诱因，提升双方的校务发展，促使高教公共化。学校之间要谈合并。那它其实可以从比较异质性、比较互补的领域去思考，让学生做全人教育的守备范围可能变大了一点，也不太需要面对那么多并非学系的这样的一个挣扎，就应该要让公私间的一些差异能够消弭，让我们国家来负起高教资源里面它适当的分配。学者认为，世界的高教发展趋势已经为精英教育渐渐变作大众教育。台湾的公私校教育资源，包含学费也甲教职员的待遇，拢有真大的无共。希望教育部会当重视这现况，协助消除公私立学校的差别，才会当互高教体系有新的改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